看轉來到咱台灣，8月31，各中國小都要開學，剩2禮拜，所以要有學校擱咧找一個代理教師。面對老師歹找的問題，教師團體認為講工作環境要改善，薪水愛增加，才有法度甲老師留落來，嘛吸引人才願意來教冊。過2禮拜，中小學就要開學，因故真濟學校也閣佇咧找代理老師。台北市中等學校校長協會理事長介紹，高中校長陳建廷講，每一間學校攏真辛苦。我們學校還蠻幸運的哈，我們現在只差2位老師啦，童軍跟體育。台北市教育局統計，到13，也閣欠309位代理老師，國中欠147位上濟，其中金華國中也閣欠2位國文，1位電競體育，也閣有3位特教老師。17、8月要進行第19遍的甄選。大教三講，這幾年所有科老師攏欠，因故其中有某幾科特別欠。一般佇咧3招了後，是以無教師證的老師為主來甄選。必須要想方設法，就是搭配非常多的，就是在職進修的方案，還有同儕的協助方案，才有辦法讓這些老師在學校裡面，他可以順利的完成他的教學工作。這些都是看不到的成本。老師報告影響備課，也影響開學了正常上課。教育部講會照實際需要協助媒合師資甲行政協助，佇開學之前完成師資的整備。全國代理及代課老師工會理事長吳湘先講，每年教師佫叫學校原本的老師超鐘點上課。我覺得是沒有什麼的教學品質，而且對老師的過勞的呈現。那我覺得如果在持續的今年還是用這個強迫限制老師去超鐘點解決這個人力的荒的問題，你只會讓現場的老師更過勞，那他們就是更想要往外離開。對欠老師的問題，代理教師工會建議中央甲地方愛進一步提升老師的薪水甲相關的補貼。大教三講，即馬老師定定愛甲家長溝通，或者是解決學生之間的衝突，這部分就要有專業的人來做。記者綜合報道。